主后2024年10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靠主得仰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到44节。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第18年，上主对耶利米讲话。迄时，巴比伦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互人关伫犹大王宫的监狱。犹大王西底家甲先知耶利米关地，问伊讲：你是安怎有言上主安尼讲？我要将即个城交互巴比伦王，以为攻占即个城。犹大王西底家一定脱袂开巴比伦人的手，为互巴比伦王当面审问。巴比伦王为甲西底家掠去巴比伦，甲伊留伫遐。到我甲伊眷顾的时，上主阁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，一定袂赢。耶利米讲：上主甲我讲，你的阿叔沙龙的囝哈拿密话来你遮，甲你讲，请你甲我伫阿那督迄区园买转去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，有权利赎回。我阿叔的囝哈拿密果然来找我，甲我讲，请你甲我买我伫便雅悯地区阿那督迄区园，因为你有继承的优先权，请你买。我就知上主确实有甲我讲话，我就用193公克的银，甲我的一伯兄弟哈拿密买迄区园。我伫契书签名封起来，请人来做证人，称银互哈拿密。我照法律的规定，将封捌甲无封捌的买卖契书，当我的即伯兄弟哈拿密签名的证人，甲伫监狱内的犹太人面前，交互马西亚的孙尼利亚的囝巴录。我伫因的面前交代巴录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将封捌甲无封捌的契书，拢收点废器内面，长期保存。因为将来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讲，将来人会搁伫即个地买卖厝体、田园甲葡萄园。我将买卖的契书交互尼利亚的囝巴录了后，就对上主祈祷讲：啊，至悬的上主，你有用权能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，无一项事你做袂到。你用慈爱对待千万人，毋过照许多人的罪，甲因的后代报应。你是至大全能的上帝，你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你的计划伟大，做代志有气力。你注意地看世间人的行为，照逐个人的所做，甲因报应。你伫埃及行新约奇事，到今仔日，搁伫以色列人甲世间人的中间，安尼伫做，互你家己伫今仔日有名声。你行新约奇事，用权能的手，有气力的手骨，甲大搁通行的事，带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。将你对因列祖宣誓，应允要互因流年甲蜜的地赐互因。
因一个入来占领即块土地，煞无听叹你的话，无遵行你的律法，你命令因着实行的，因拢无做，所以你互因拄着遮个灾难。呾对你已经逼我来，去土堆要攻取即个城。即个城嘛，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，含落伫来攻击伊的巴比伦人的手。上主你讲的已经实现，你嘛已经看到。至悬的上主，即个城已经交互巴比伦人，毋过你竟然叫我着用银要参详，搁请人作证。上主就对耶利米讲：我是上主，是全人类的上帝，检有啥物事我做袂到？我要将即个城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，伊要攻占即个城。攻取即个城的巴比伦军队会入来放火烧城，嘛将伫厝顶甲巴力烧香，甲外邦的神明献奠酒祭，惹我受气，遐人的厝全部烧了了。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对少年的时，就一直做我看做歹、叫我受气的事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即个城对起造的时到今仔日，不时叫我发大受气，所以我要对我的面前甲伊消灭。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太人，包括因的君王、官员、祭司、先知、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及犹太人民，拢做邪恶的事，惹我受气。因较只偏怨我，无要正面看我。我虽然一遍搁一遍教示因，毋过因拢无要听叹，毋受管教。颠倒将可恶的偶像栽伫为了敬拜我来起的圣殿内面，甲即间圣殿拍拉残。因伫希伦子山谷去拜巴力的山头坛，伫遐献后生查某囝互摩洛。遮个代志我拢毋捌叫因做，我连想嘛毋捌想过，因竟然做遮个可恶的事，互犹大陷落罪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呾关系恁得讲，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，陷落伫巴比伦王的手的即个城，我要将伊的子民对我伫愤怒大受气中，甲因流放去的列国聚集起来，带倒来即块土地，互因伫遮安居乐业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要互因有共一个心志，行共条道路，永远敬畏我，互因甲因的子孙享受福气。我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无要搁放杀因。我要赐因福气，互因专心敬畏我，袂搁越走离开我。我要欢喜施恩互因，真诚尽心尽意，甲因栽种伫即块土地。上主阁讲：我安怎甲遮一切的大灾祸降落互遮的人民，嘛要亲像安尼，将我永远要互因的大福气拢赐互因。恁所讲，即个已经交互巴比伦人，变做荒埔，无人嘛无种生的所在，会阁有人来买卖田园。伫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，以及伫
伫犹太山地山坡尼吉夫的城镇，人要用银买卖土地，伫契约书签名，甲契约书封密，请人作证。我要甲受掠的人带倒来，上主安尼宣布。靠主得仰望，就算伫动荡不安的时代，世界上也有真侪人值得敬佩。因勇敢面对危险和艰难，对看起来亲像无法度做到的代志，因也因为仰望，得继续向前进前。就亲像乌克兰人，就算面对俄罗斯的强大军力，犹原努力为家己的国家奋战，希望胜利甲和平会当早日来临。检采是上主赐予因的坚强斗志，才会当伫艰难困苦中还心存仰望。相款的，先知耶利米互西底家王囚禁的时，还勇敢讲出上主爱伊讲的话。按理讲，受囚禁的人往往会卑躬屈膝，向有权势者求饶。毋过耶利米却毋是安尼，伊犹原不断宣告上主爱伊讲的预言，搁向上主祈祷。耶利米是伫离开耶路撒冷要转去故乡继承家产的路中受逮捕的，因为耶利米常常预言犹大王要受交伫巴比伦王的手中，因为安尼受怀疑要投降巴比伦，就受掠去囚禁。试问，这个王敢会当容忍先知对国家和家己讲无吉利的预言呢？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上主吩咐受囚禁的耶利米固执产地。人往往伫富裕和顺遂的时，才有可能会离散。当国家陷入伫战乱，身为先知，安怎有兴致买土地呢？何况对当当时的犹太人民来讲，遐个土地已经失去价值。不过，对经文中通看到耶利米顺服上主的命令，购买土地，就亲像伫无战乱的状态共款。毋干那安尼，耶利米伫买地了后，阁吩咐伊的书记巴录，甲地块收藏好好，因为将来上主要互人重新伫迄个地方购买房屋、田地和葡萄园。咱发现耶利米伫战乱中犹原心存仰望，伊相信上主的应允，伊袂放下家己的子民。当巴比伦大军兵临城下，犹太人民拢失去仰望的时，先知耶利米还遵行上主的命令，搁迫切祈祷。虽然无人相信耶利米所讲的预言，甚至犹大王对伊发受气，伊终究是照上主的旨意讲出信心的话语。伫即个科技发达的时代，真侪人敢若相信科学和财物，认为圣经的教导已经是过去式，因为对未来的无确定性，或者迫于物质生活的压力，让人对人生失去信心，对未来无伤侪梦想，甚至袂少少年人沦为倒病族，也是月光族。殊不知，上主是创造一切的主，伊要照伊的应允，甲一切幸福赐予人。台湾教会有真侪值得尊敬的信仰前辈，因伫困苦的时代，就算教堂只是用
园仔草，也是会得啊建造，证人有缘伫礼拜中得到极大的愿望。我咱也会当因着上主的话语，得到激励，充满信心，做主的工。默想，我敢会当明白先知耶利米的作为，勇敢讲出有信心的话。我敢会当明白先知耶利米的作为，勇敢讲出有信心的话。咱来做伙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伫末后的日子，会当听到你的声音，帮助我伫这动荡的世代看见愿望。相信你是历史的主，你是一切愿望的源头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